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睇我哋台湾早期无用化学肥料，大部分用自家嘅天然肥料为的过程里边，我哋大部分嘅农田用所谓嘅次养农法。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如何伊哋推行次養農法嘅，算是我哋農業嘅專家。伊哋講義是由伊哋為伊哋我哋都市型嘅農業學校。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胡文軒先生來到現場。文軒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嘉義市嘅胡文軒。文軒先生，因為嗰陣頭一開始嘅時候，你哋講到講，譬如講以前啊，嗰早期啦，台灣嗰早期是話拍緊嘢萬皮講化學肥料啦，嚇，佢幫你用即個，譬如講椰皮啦，嚇嘅，我哋講皮，我哋早期都講幾多，嚇，我哋從來會用嘅幾多乜嘅我哋排泄物啦，嚇，嗰種皮料幾多嗬，像做台灣嘅早期，你用次養農法，嚇，咁後來又開始變成開始會用乜嘅慣性農法啊，什麼之類的。可是睇下主題以前，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有些了解一下這個好冇？我係苗栗縣後龍鎮嘅客家人。我啲後生時間咧，就嚟到嘉義，入邊嚟讀嘉義農專，後來就讀嘉義市嘅補養，嗰位就啲嘉義咧，就落戶就吃下來，嗰位就嘉義入邊尋工作。就同樣我要啲學校佢哋去上班係安尼。總嘛，我想到講嘉義嘅農教嚟講咯。因為家喺台灣各地大部分就農教就各種樣啦嚇。一個農專咧就最南邊就係屏東咪嚇，那嗰個就嘉義就苗栗讀過苗栗農教，佢嘅有各種嘅學歷咪嗰個就嚟嘉義讀專科學校。係幾時嗰種人屏東，伊咧屏東農教嘛嚇，你後來都屏科大，嚇你嘉義農教，咁北部都冇農教係咪？北部要讀各種嘅程度冇專科啦嚇，就嘉義農專嗰個屏東農專就係了解。嗰時等於都講幾時先，即個其實係苗栗人，但是你都愛念農教嘅話，等於講你愛到嘉義來讀書。佢其實本地，即個聽明嘅後龍嘅啲，你看係耕田啊，還是做生意咯？我細我屋下咧就耕田，耕田就較辛苦，就所以我對下啲農業咧，我細一定要做，喺農忙時間咧，就會到田鄉。去聽書寫嘢咧就咁，所以我對下嘅農業咧最細從細就要興趣啦，係啦。咁幾時就到我哋啲嘉義讀嘅農教嗬，因為幾時嗰早期嘅農教要分數目嘛，都要分科目。我家落去讀好多園藝科，園藝科就有個種菜、種果子，嗰個種花，嗰個有啲好多園藝設計，就有4項目，就園藝，就香港嘅出路可能會較好安尼。因為其他講園藝可能都大部分都講做花園哈，但是你頭有講到其實種禾嘅啦，種果子啊，叫做農藝，五穀雜糧，嗰時唔同嘅係園藝科。咁幾時節？因為雖然講這個以時節話，譬如講有限嘅時節會聽書錄下算是做農社嘛哈，咁真是做農社，個真是去讀農教有落差嘛？啲屋下做農社係伊啲經驗嘅累積，但係讀農教農專家就做咧有了解有幾多原理啦，譬如講讓一啲作物準備都品質較好，亦講有個產量較高，當然就愛進一步去學教，去有個研究，有學習有個原理係安尼。咁幾時節對我哋農教畢業以後，你都開始從事我哋嘅農業嘅經歷咩？但係我從事嘅農業又唔係講啲田行做，譬如啲學教譬如做農業推廣嘅工作就有啲好多農業推廣教育嘅工作啊。實際上咧，我要唔係講專去苗栗屋下講來耕田來種田。咁幾時節去開始做我哋農業推廣嘅時節，有去過某個地方冇得講推廣講用係一種真誠冇？我家嘉義農專畢業了後咧
就除了有半年时間去嘉義試驗所上班以外，都一個嘉義農專農業推廣委員會有一個職業的課，我就實際去考到去嘅呢，就啲學校咧就做一個學校對外，嚟配合農業改良廠，到一各農會、各農民生小班，嚟做一個農業推廣，一個工作啊，咁嚟咁其實就同我們提講，其實有一站嘅啊，其實我認為對以前，比如講我哋吃養的飼料，如果講嗰種飼料飼料裡邊有幾多嘅寄生蟲啊，有乜嘅東西，後來都希望講我哋用講化學飼料，後來甚至有幾多嘅，其實即係都有幾多嘅農民都開始要轉變嘛。但是為做乜嘅講，其實也驚嘅，因為慢慢對慣性農法又變成所謂的我哋吃養農法。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講一下，乜講到慣性農法，乜講到自然農法？一個自然農法就係講人最頭擺，人家就老注重佢種作嘅方式加因為工業係冇發達嘅，所以加就冇好多乜嘅化學農業，加冇乜嘅化學飼料，加全部就也就活下一條人嘅胎皮嗰個有嘅有血雞、血牛、血豬嘅有嘅排泄物就去 L 皮落去就幫佢填康。嗰樣嘅東西全部都自然嘅物質因為人家時代會進步最頭擺自然農法佢種作咧就有經過蟲嘅食材咧人咧將熟食去食。嗰邊咧有啲人有種作咧就有很多商業化嘅嘢，一定要注重一個品質，嗰個要愛保證一個蔬食嘅量嘅多，所以唔單止講去用到一個化學嘅飼料，嗰個化學嘅農藥，安啲東西用落去呢，當然也產量品質就有增加，但係呢也嘅很多環境呢，就講人講嘅很多生態鏈就打爛鐵嚟嘅嘢頭擺最早呢最自然時代呢一個蟲嘅有好蟲嘅，有壞蟲嘅一物克一物嘅就講一種好蟲嘅佢會食壞蟲佢會食一啲作物但係呢人呢就商業化嘅嘢種作就使用大量嘅化學飼料化學嘅農藥有啲嘅好蟲向下滅脱去嘅，滅脱去嘅就有啲壞蟲，佢都見繁殖見多變到冇好蟲嚟治，所以講，但係以下嘅時代，大家就有好食嘅，特別冇好食，大家就唔可以注重一個食物安全嘅問題，大家就有好食嘅，時代也進步嘅，所以呢，大家會注意到，我要買嘅菜，我食嘅米，係咪講有農藥殘毒？所以大家現在對一個食安就非常的注重，唔使講大家就開始要嚟推動，講恢復特別喺祖先時代嘅自然農法，就莫使用一個化學嘅農藥個化學嘅飼料，就用人家自然嘅物質，自己去對比來用，嗰個用一些咧也就工作嘅方法，來散播一條害蟲嘅危害，就會安尼。其實更加技術嘛，比以前的技術更好，因為以前冇想到乜天敵啊啲想法佢有講有蟲啊都係嚴核，伊做起來嚴核，但是更加會用天敵嘅方法，用一啲蟲嘅去食另外一啲蟲，幫佢哋唔想我哋講害蟲嚟食係嚟去。佢像我哋自然農法地步，冇講嗰種更加我哋喺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看到今日節目，伊馬上講咁嗌個自然嘛，想我嚟變成自然農法。咁伊替補愛做乜嘅同時，伊話學乜嘅技術呀，自然農法佢係較辛苦，因為花較多精神。可能要拋喺花較多錢去做，但係佢所成嘅產品咧，要冇可能將商業化唔期待講，我花啲錢就會到數萬多量，但係呢，喺期待一個很多大家向下嚟做一個環境咧，
像较无也着化学农药的影响，安尼慢慢的也着很多自然的生态就慢慢的恢复，个也着海虫就会较少，安尼。也自然农法也慢慢的当发达，其当道也着很多防止偏害虫害嘅很多材料易多，譬如讲，人家厨房用的很多沙拉拖，你就用伊个空间咧，装饰咧，戳戳安尼东西就按照葵葫芦，葵葫芦佢做乜咧？做咧食也着，按照蚜虫，葵葫芦嘅也个按照原理嘅，就讲用个油，戳戳就是打散来，按照乳化，嗰擺咧佢都噴到嘅蟲嘅，入身地方就是吸死就走嘅啦，也個它有呼吸孔，就是吸得。嗰個係人家有食寵物，也嚟叫嘅貓嘅，叫嚟按照小托嘅東西。也農業就要按照硫磺精，就係有一天咧嘅量，攞去泡落去，就做嚟做一個按照作物，按照預防劑，就像打預防針一樣，安尼當多啦，也當多安尼東西。嗰個人哋肥皂，人哋也前幾年唔係有疫情咩，大家就講勸導說多洗手，因為肥皂裡頭它佢做的同樣嘅偏托，所以也當到作物咧有按照偏托嘅，比如講木瓜，拄到嘅偏托減嘅拄到黃龍病就有毒素，嗰個偏托也係按照。所以有一種藥嘅，就講安全嘅農藥，按照農造複方，就按照專家嘅量去批去噴，所以就唔是去噴那個化學農藥嘅。但係如果唔是在用伊啲以前，譬如講毒性過高嘅一種農藥，可以使嘅度我哋講害蟲，用人哋更加你從成分都拿到，譬如講我哋沙拉拖啦、它肥皂粉啦，用人哋嘅方法都可以去消滅啲害蟲。嗰種糖尿病，他個人對我哋自然農法係咪有一些想法嘅？休息下我哋下段節目為嗰度嗰精彩內容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嘉義胡安慶先生，同人分享講乜嘅按照自然農法。同時，我哋安慶先生喺嘉義市成立的我哋嘅第一代，係唯一一代我哋嘅都市型嘅農業學校。我哋想問一下我哋嘅嘉慶先生講，伊當初做乜我想從成立入嘅農業學校？當初我睇嘉義成立入嘅農業學校呢？我當初呢，也啲農業學校，也有好多自然農法分享班。喺成立之前呢，我家下呢還有同另外一位同事張老師呢，啲嘉義大學啲教點書，家下也嘉義市也個沙基大學也個教務主任呢，佢就來請我，佢點係講係透過農業推廣教育啲也個。特別啲學校也有做過一個農業推廣一個業務可能比較熟悉，所以佢就講也當到一個嘉義市嘅民眾，尤其係退休民眾咧，想講種嘅幾條菜就係食，但係唔曉得按樣嚟落數嗰個我就同一個沙基大學嘅一啲人員嚟做研究。啲也有一件一個小學搬走去咧，搬到另外一位較發嘅所在，佢一位呢就差唔多就1000坪左右嘅，做嚟本下就用，就一般呢差唔多500坪，我就嚟做菜園、果子園，另外一般呢就做教室、鐵茶廠，嗰個有啲偏數其他嘅設備，有啲學園呢啲教室上課。菜園有啲也教室順效，所以按呢效果就較好。因為就都市民眾佢冇受過一個農業嘅教育，所以佢愛學順效要天天做。唔係講多嘉義縣嘅度嚟注意到農場，係一個實習課家大家去到嘅，沙基大學佢就考慮到講，
也交通安全嘅問題，嗰個唔好管理。所以咧，我就啲一個小學嘅操場開闢到變到菜園落去咧，安尼教書咧，教起來就較順勢，就變到伊個細型嘅很多農業學校，地方有菜園有果子園，有一條一個農場，有用到一條石皮地方也就有安尼。啊，談方來吼，因為睇啲嘉義市算是伊啲人口嘛，最多嘅都市地方吼，有一啲呢有學校，又有啲菜園，係啲幾珍貴嘅事情。頭先我哋想講啊，用國小嘅操場吼，可能來變成菜園。我哋想講以前嘅操場喺上做嘅時間，唔可以對想講也海邊可能會變菜園。我說當初喺熱奶嘅時間，我要熱到嗰度塞頭啦，嗰度，因為其實想講我做操場，一定要想講一啲撞一個鐵嘛，吼，嗰時可能。唔可以拖嗰度奶啊，全部可能沙啦，全部都撞埋去。嗰時其實整體要花幾多時間？加頭一年有人就講較辛苦就頭一年頭2年嘅一個學員加一條較路邊嘅學員就較要發到辛苦啦，較唔可以講唔像也學員，一天愛打田菜園整體都好好。要愛育苗育好勢，必須愛顧下伊，我拿釘嚟就錯，顧下伊種安尼，佢爭愛去菜園。頭擺嘅20-30年前嘅學員伊都較辛苦，就安尼天天咧，譬如講歸屬於嘢，要到熱到要一個父母嚟塞頭就用一個火柴再做落去剁，嗰個等天天嚟改良安尼，也係慢慢嚟來，加學員就30-40歲，嗰個慢慢嚟增加。頭期嘅學員來學種菜，所以我做嚟講，我入班最前端就很多種菜的補習班啊，記得學種菜，學過1-2年，要做嘅，要溫時嚟來。到5-6年後，要到老學員佢唔做嘅，要金錢嘅，睇下強下嘅。所以我2位先生就想講，要新學員也有舊學員，一樣嘅教。當然，這個就會上做一啲判法，就係分組，特組地方也有新學員，也有舊學員。新學員完全唔係種菜，冇關係咩，唔怕。也舊學員先請教先問，嗰個上課噶，先生再嚟教，係按嚟來。我相信嗰種係藝係學人嘅方法，我想講睇下你嘉義市嘅寸土寸金嘅地方嗰種即個落下，唔係講我哋啲田旁當，冇得講你天台上面有一啲細角，用保麗龍做一啲細地方法。我相信嗰種人嘛冇地方可以去講啦，冇可以去種菜。嗰種你看學校地方都有安排嘅地方可以去種菜，我相信我冇變成老學員，因為都天天時常一節下去，至少可能一種人。你看19年前，可能喺當年可能萬些時節就多少少為咗講農事伊啲經驗。嗰時我看伊哋都是在睇啲都市裏邊，一般可以做到安尼一啲事情。我相信對人來講，一定會正向啦嚇。嗰時一部分上門前人講，因為頭先有講到分組嘛，我哋講老學員都帶新學員，甲課場講係一開始係我哋嘅種菜補習班，甲像我哋。課場地方係有，我哋講有順序去教，還是講每一個地方有一年種菜，一年種果子，還是講有按呢啲分類咯？開辦家藝同另外一位莊先生啲嘉義大學係有課，所以講就冇法度講來應付譬如講有哋學員來分咗幾下班有哋係講完全唔開很多基礎班但我意思咧係就按到嘛個進階班，嗰個也係中較好嘅就按到高級班，因為我就啲嘉義大學做得出來教書嘅時間，就一少，所以就統一，有19年嚟就講每到禮拜二嘅20頭，有個1早晨就嚟教，因為種菜課呢一定要20頭，做唔嚟按部頭，唔知講嘅音樂課係咪學機器嚟啦，學天子琴做得按部頭，唱歌班做按部頭，有個種作嘅課呢，按部頭就乖乖安尼，所以20頭。嗰個有個學員呢，因為做不方便來分班咪，就睇下攞夾夾，一有時呢，一有 Q 嘅，但係我哋就拿一種方式嚟教學，就講搭學期呢。
就先一个主题作物，不过也得有新学员唔晓得咧，譬如做一啲基礎學習，要嚟老學員咧就做較進一步嘅也嘅很多學習個研究，因為新手學員甲強化也有好處，因為佢就特別就還蠻退休以前有了各種投入就有，我哋學員也有一個很多退休嘅國中老師、小學老師，又有嘛很多小學校長，也有歷史公務員，乜嘢都有，也有工廠嘅很多技師也有。佢就有到一個工作狀況嘅有嚟專才，要咗嚟發揮到也就學習得過，所以我也就採研啊，也就譬如講接水管嘅水田，就唔是很老輩嘅水田是個學員地位，只有發到嘅價格也就有問題啦。嗰時等於講嘅咧，學員地位其實以前有做過嘛個寫題嘅吼，後邊聽下課程地位嘛可以來聽書。他對我先生有講，明白係一個主題，佢係個主題係技術的主題，還是講作物嘅主題咯？也係很多作物嘅主題。啲啊作物嘅主題就做嚟沙定下來就講也嘅就大家做嚟夾強下，邊個也係作物一樣嘅料理。佢有乜嘅很多功效，所以就傾出也就很多養生，也就所以講變到我日本雖然係以種作為主，除了一個五穀測量以外咧，還有就當到一個果子，譬如講咖喱當到一個熱帶嘅水果，譬如講一個很多紅毛丹，一個很多很多嘅就當到芒果、黃梨嘅度果子，一個學員佢就會學種。那麼有啲雖然大部分學員係小農，也係講我係大嘅，但係也有一部分咧係專業農民，佢也喺度入邊學。有啲專業農民要講兩三甲天也有一發。嗰個我日本咧有一個特色，就講特別上課咧。教室順頭就食一啲很多賣菜很多市集啦，就話你有啲學員咧，自家中意食咧，食唔完咧，你就拿來入邊賣，照成本賣。有啲冇種呀種作物咧，佢就嚟賣，就很多搞彎啦。變到人來一片讀書咧，你要咗你買到唔需要嘅，就種類當多嘅一個農產品。變到也大家會認為講，我來也到邊上課，我就唔單止學習，我要咗嚟買一條安全嘅東西，就進來資源進來更多，大家就較愛來，就見識，變到也下到今年學員就186歲，佢見我報名，本來是講韓國180就好咧，教授會坐唔落嘅，停車場會停唔落，嗰邊要你見拜託啊！嗰邊個好難就別來啦。但係有186歲，唔係講做下，特禮拜上課就會入來。差唔多1-2嘅部分學員有啲有事情，因為大部分老人家咩，等下去醫院會診等要乜嘢要入來呀，學校地方學員，要唔係講全部就會入嚟教室，要到一部分講係老輩。菜園行順啊，一個係賣菜賣啊，一個係嚟同人打鬥士講了下，佢都蠻著嘅，而家冇事嗰個入教室嚟學習，當然也有個係整推，見邊係有個好多排嘅課程係乜嘅，佢一定要嚟談，就會啱嘅，所以有個好多100-200歲行咗嚟應付啦，就變成太家庭係啦。嗰個長途人嘅觀眾朋友會想到講我咪鬼希望睇我係啲都市人地位，嘛要按你農業學校。休息下哦，下一段節目夠精彩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嘉義胡安慶先生同你分享講，伊喺嘉義辦嘅農業學校。
我想請問一下安慶先生哈，因為其實我哋地講嘛有協助我哋嘅社區去做我哋食農教育，當初做乜我想要推廣食農教育？前幾年呢就開始哈，政府呢一個學校就注重很多食農教育、食農教育。佢嘅意思呢，也係啲日本傳來嘅。特別日本因為感覺講一個很多工業發達起嘅一農村呢，就較荒涼，有啲人對一個農業嘅就較感覺講較落後、較看唔起。但係唔生存要食到有啲農產品，所以日本政府呢。就啲一個小學嘅，尤其呢個小學教育當中要，就會推動一個按照食農跟食育，就食農教育。所以講有啲就啲學校地擺，就講每一笪嘅花園嚟改做種菜園，就有啲先生嘅，嗰請嗰啲學校攞嚟嘅一個熱心嘅家長，就嚟教一啲學生嘅種菜，一啲先生評定嚟。嗰一條小學生咧，啲細個，而就學校有看到菜係樣嘅種，佢會去幫助，會去淋水，而就會想到講，我啲屋下，我家庭成份係生存食啲菜，伊咪係按嚟種嘅，因為種菜按辛苦，要有蟲啊，要捉蟲嘅，所以講，佢就會想到講，好多師傅啊，佢轉去屋下食飯去嘅，佢就會想講，也農民種菜種得按辛苦，係唔好浪費。安尼，嗰個佢就對一個農業嘅，也就較有較深嘅印象認識，所以佢喺擺去睇戲嘅咧，佢愛賣菜啊嘛，佢就唔會去講，喺香港因為便宜，因為好看咧，佢就會尋講，一個冇食農藥嘅，安全嘅蔬菜，所以食農教育係安尼來嘅。佢將安尼伊個推廣嘅話，有天內就會社區去提嚟合作啊。好。喺最前啲10多年前啊，有個很多有個農業學校順後就有一個幼稚園，嗰幼稚園學生咧，佢當幸福，嗰度先生就地，喺度乜嘅時節有乜嘅菜園當獎，佢啲位側門打開來，佢隔個班嘅學生就會帶過嚟看。當然一到老人家看到小朋友來，就將自家孫一樣嘅，有爸咧就會責爸嚟搶其實，有媽嘅就會搶其實。嗰個佢會看咩？他會很好奇嘅，就會講小朋友這些蔬菜是怎麼樣去種植的，如何去收成，安尼嘅細年咧，而細個雖然啲教室有看過田野，有看過樹，但係佢來到現場，佢看到真實嘅菜，有數我一名，名，這個就是說發揮小朋友的這個五官就是你的口感可以去品嘗，我們煮做的看，數做的名，就是觸覺，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五欲平衡。所以按呢細年咧，佢啲來學校來學習咧，佢會當真相。在日本啊，佢就會講一個後生人，一個學生嘅，假如能夠透過農事教育，他人格成長，會很完全。我特別通研究所講，我去都寫論文資料，有去查很多文獻，查到嘅日本嘅很多東京都頭擺，喺個80年前，家下嘅東京都地擺嘅一個老百姓咧。佢寒假暑假，佢就會想辦法，同啲細年咧送到農村，東京都以外嘅農村郊外，去講啲留學，有啲係送到親戚嘅，講細年咧搭一個月，佢都停食飯，你田行你就帶定停去做事，我添幾多錢，個細年去幾多一年2年，其實冇嘛一轉來，態度師來上課，佢講佢。而啲喺農村嘅啦，當好教安尼，係安尼，也就講
人講啊，為什麼要推動食農教育？就會按你道理啦。真係本來人咧，我就算是我哋社會站，我都講人哋聲音吼，可以從我哋內土地部去提供所有嘅一啲作物，伊應用嘅去睇嘅吼，嘛係一個最重要嘅事情。像我哋今年一帶來呀，我哋小黃瓜來講嘅話，從也係算是食農教育地部，亦都算示範農場地部種出來。係，我一辦啊嗬，一年四季嗬，就有同樣嘅學員嗬，來推廣一個好多趣味栽培作物，就講也下係種小黃瓜嘅時節啊，比如我哋有啲2月份也扣咗過年前就同育苗廠有啲契約嘅，要講我呀加量嘅嘢我開學期嘅，3月開學期嘅，我買入嘅好多嫁接小黃瓜苗經過嫁接佢就較會大啦，較保真啦所以也學員就有的買10條、20條就專業學下種當然農場地方也有種台灣種很多露天也可以在溫室、網室又更好所以也嚟學員伊看到種落啲小黃瓜，看到伊開花慢慢嚟睇，佢感覺就有成就感啦咧所以講一夾小黃瓜開始去打去當夾這個種嘅伊無食藥嘅。因為人老輩嘅專業種嘅小黃瓜，一方面睇，一方面要開花，有啲較大條嘅叫打藥嘅，快啲有啲愛摘嘅，而味道嘅開花細條愛打藥嘅，大條嘅稍微神到藥嘅，所以講也就瓜果類，為什麼農藥會按多？就會講也嘅按多。它不是採用自然農法佢愛品質咩，愛善良咩，佢冇法度也人哋個學員就個種咧，唔就莫要求品質啦善良，就要求安全，就莫食藥嘅，係按嘅。係啊，相信幾多學生嘅嘛，我希望講，這個種出來雖然講唔係按講，但是其實一路向培養伊，我哋吃，我哋去椰皮，去淋水，你慢慢地可以睇開花，結果，其實你心情嘛係感覺到，其實有過程嘅心情，其實嘛會我哋講幾療癒啦，同時最尾看到伊啲幾安全，幾自然嘅伊啲做不出來嘅事情，嘛我想到講哇，伊終於看到伊啲農作物的伊啲睇，佢從未來喏，或者案件上有乜嘅想法？家講到有嘅療癒我要插入咧故事啦有嘅很多榴蓮貓山王屏東有種成功嘅，有打過，要推廣到嘉義去，嘉義也有果子園嘅葉子，講它會開花但是會不會結果可能要買幾年後。我就嘉義也有學員，就買一條2條，嗰一條也不便宜，一條就2、3千元，買咗一種農業專家佢就嚟罵啦，佢都種唔得咧，蔬菜因為緯度還不夠，唔做嘛種咯。但係我嘅觀念同佢冇嘅你講我們這些學員種個1、2棵，雖然是只花個幾千塊，但係佢幾年頭當歡喜，佢都同佢孫嚟講阿公家裡有種2棵貓山王，我孫咧有標價，你話我回阿公家來看這個榴蓮想要採榴蓮，佢有啲希望就總共6、7年後唔可以開花，唔可以打果子，又唔怕6、7年後我就花幾千元咧，我搭熱當歡喜，親戚朋友來過價了，因為我講你的貓山王長得怎麼樣？係按你意思啦。可是像我哋作為唔單止講推行我哋自然農法，同時嘛，結合到我哋社區我哋學校推行很多純食農教育，佢對未來有乜計劃？未來係按你因為我嘉義市係一個市長加個政策係講很多幸福的都市啦，要幸福，唔係幸福嘅話，一定講大家一定要快樂，空氣要好，嗰個也要食物咧要安全。嗰個大家和氣安尼，因為一條市民係社區民眾來一班人一班來學習來讀書，大家唔係講味道嘛嘅利益，亦唔係講味道嘛嘅善意，大家就來學習個一樣嘅種菜，我要種乜嘅菜，唔種乜菜，大家做交換，安尼慢慢咧，一個社區也和樂融融啦，就個促進社區和諧，就人講很多共榮共享共好安尼。
嗰個種菜一件事情，唔單止係種菜本身，就像頭先的安慶先生講，唔單止是種菜的希望，同時亦嘛種菜的快樂。佢不過感謝我哋安慶先生嚟現場分享很多安精彩故事。感謝啊主持人，各位感謝全國嘅觀眾朋友，假使講對我啊嘉義市沙魚大學一個小小嘅農業學校有興趣嘅話咧，唔做嚟聯絡嘉義市社區大學辦公室，我嘅菜園嘅蔬菜呢，一啲嘉義市一個很多志航國民小學對面學園入來地帶，係一個沙魚地帶嘅學園休息一下我聽下你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